疊膠爬龍船有彎轉，係啦，呢個係聖堂 L 灣，仲有潭頭 C 灣、東勝 S 灣三大賽道。啊，朱樹好猛喎，今年。呢個係賽前嘅練習啊，大家都落足火力。哦，轉呢個 L 位。大機啊落足眼力，開始玩漂移。就差一步就有落水嘅場面睇。聖堂賽道全長630米。5月24號晚上8時，東勝 S 灣有預賽，要睇下預組去8位。哦，轉呢個 L 位。入巧石角漂移原鐵板。呢度係聖堂嘅 L 位，聖堂又叫做聖堂。今晚係16號星期五10點幾有練習賽，聽晚17號8點有預賽。今晚專程過嚟睇練習賽，練習賽都非常緊湊落力啊！係，阿傑喺度啊！嚟瞓，3個上嚟，假攤喺度啊！喂，可以，行埋啲轉係嘛？係啊。就話練習賽嘅可觀性都好高，又唔使同人逼位，大家可以同我一樣提早睇練習賽。全程聽阿七指揮啊！大家留意下啲龍船放橫晒時速，大家狂操完等住去食宵夜。你睇隻龍船笑笑口幾開心。好啦，我都要食宵夜啦！大家中意我哋介紹，記得俾 like 同埋 subscribe， 多謝大家。得兩次 ，OK 啦。係你有位你就入到嚟。得哥，係啊，我疊交有18條村，藉住爬龍舟互相聯誼，共同發展疊交嘅龍舟文化。
Hi，我係 Alan，就喺度同大家講拜拜啦。